自2025年12月30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用听做生活中心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约翰二书第1章1到1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二书。我长老写批予受竞选的妇人，甲你的囝儿。我真心疼恁，毋但我，连所有认捌真理的人嘛疼恁，因为真理踮伫咱内面，会永远甲咱同在。愿父上帝甲父的囝耶稣基督赐咱恩典、怜悯甲平安，互咱的生活充满真理甲仁爱。我非常欢喜。因为我发现你的囝儿中间有人尊探爸的诫命，实行真理。夫人啊，我要求你，咱着相听。我伫写予你的，毋是新的诫命，是咱对起头就领受的。咱照上帝的诫命生活，就是听。这个诫命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，着照这个诫命生活。有真侪迷惑者已经来到这世间，因毋公开承认耶稣基督做人来世间，这款人是迷惑者，是基督的敌对者。着小心，恁所做的工，则袂落空，反倒会得到充足的报赏。偏离无坚守基督教示的人，无甲上帝结连；坚守教示的人，才有甲爸以及囝结连。若有人去恁遐所传违背即款的教示，毋通接纳伊入恁的厝，嘛毋通甲伊请安，因为甲伊请安就是参与伊的歹行为。我还有真侪话爱写，毋过无爱用纸笔。我较愿望去恁遐，当面甲恁讲，通互咱的欢喜充满。甲你边边受竞选迄个姊妹的囝儿，要甲你请安。用听做生活中心。袂少基督徒伫社群媒体拄过像人要甲做好友，对方会私信讲：“你好，我是信主的，你也是信主的人是无？”有人按对方网页看到有共同好友和经文图，无加想就加对方做好友。了后，对方就会主动关心你，邀请你参加因线顶读经课程。详细查证了后，发现遐个线顶朋友大半是近年来兴起的异端、东方闪电，也是称作全人神教会的成员。伫过去，因的渗透并无遮尔紧，但是对科技发展，因善用人工智慧甲人建立关系，đã已经迅速成长。过去因的首页常常是年轻查某囡仔的相片，大文拢是经文图。近来较侪看见用老大人甲囡仔的合照做头像，照安尼互人放松戒心。有一寡人还写家己读过神学院，也是踮某某教会机构服务过。异端自古到今不断出现，教会不时拢面对错误的信仰教导造成的问题。为着安尼，约翰二书的作者约翰提醒教会爱小心细致，因为真侪变色仔已经四界活动，公开否认耶稣基督降世做人的事实，因是基督的敌对者。约翰劝信徒爱小心，免得离开正确的信仰道路，失了所成就的。
人若偏离基督的教训，就是眼中无上帝。为着防范异端，约翰提出一个消极和一个积极的做法。消极的部分，约翰提醒若有人去信徒遐传授的毋是基督的教训，就毋通接待伊去厝呢，也毋通向伊问安，免得同流合污。咱若甲即个款面套用踮今仔日的处境，就是咱做基督徒的，毋通随意甲异端做好友，甚至通解除社群媒体顶面无重要的共同好友。对于积极的做法，约翰认为是彼此相疼，也就是爱用疼做生活的中心。这甲偏离真理的做法完全相反，正做初代教会对抗异端的最佳方法。因为彼此相疼，就是生活踮真理中，是遵坦天父的命令。我有一位朋友进前接受像人甲好友的邀请，一开始是出于好奇，后续的发展却互伊惊讶。对方自称是牧师，口才阁真好，不断透过社群媒体关心我的朋友，阁时不时传经文鼓励伊。最后朋友真正踏入因的教会，也见识到异端对信仰的火热。朋友承认，若毋是和我有讲过即个话题，伊可能就互异端的积极甲热情打动心，最后就互牵得行。我捌向朋友解说异端的神学安怎偏差，但是伊讲一句中肯的话：真侪人并无惯怠遐尼济，因在意的简单是毋是有人真诚伫关心因。约翰真清楚即一点，因为安尼伊并毋是长篇大论教信徒安怎对抗异端，只是劝勉因遵行对起初就领受的命令，彼此相疼。真理虽然是基督徒应该着持守的教导，但是只有用疼做生活的中心，才会当互人感受到基督的疼。默想，我有疼教会的兄弟姊妹无？通常我是安怎向人表达疼？我有疼教会的兄弟姊妹无？通常我是安怎向人表达疼？咱来祈祷，疼甲生命源头的主，恳求你将你的神充满我，互我感受到你的疼，帮助我持守基督的教训，互我更较会晓安怎疼兄弟姊妹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